每日聖言分享。四旬期第一主日，恭讀聖路加福音。那時候，耶穌充滿聖神，離開約旦河，就被聖神引入荒野40天之久，受魔鬼試探。耶穌在那段日子什麼也沒有吃，過了那段日子就餓了。魔鬼對耶穌說：你如果是天主子，就命令這塊石頭變成餅吧。耶穌回答說：經上記載，人生活不只靠餅。魔鬼引耶穌到高處，頃刻間把普世萬國指給耶穌看，並對耶穌說：這一切權勢及其榮華，我都要給你，因為這一切都已全交給了我。我願意把它給誰，就給誰。所以你如果朝拜我，這一切都是你的。耶穌回答說：經上記載，你要朝拜上主，你的天主，唯獨奉事他。魔鬼又引耶穌到耶路撒冷，把他放在聖殿頂上，向他說：你如果是天主子，從這裏跳下去吧，因為經上記載，他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保護你，他們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。耶穌回答說：經上說，不可試探上主，你的天主。魔鬼用盡了各種試探後，就離開了耶穌，在等時機。上主的話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哋好。今日福音講耶穌3次受到誘惑，但係耶穌3次戰勝咗誘惑。我哋喺每日生活當中都要受到好多誘惑。今日嘅福音，耶穌教導我哋點樣去戰勝誘惑。第一，我哋跟隨聖神要生活落去，唔係跟我哋自己生活。第二，我哋受到誘惑嘅時候，要即刻拒絕誘惑。第三，我哋要熟悉聖經，就係我哋睇多啲聖經。我哋一年一次大避靜，我哋喺最後時間都會揀一句聖經，作為我哋呢一年嘅生命的食糧，用呢句聖經作為每一天嘅開始。而家我哋一齊睇下厄弗所書第6章13至17節。為此，你們應拿起天主的全副武裝，為使你們在邪惡的日子能夠抵得住，並在獲得全勝之後，仍屹立不動。所以要站穩，用真理作帶，束起你們的腰，穿上正義作甲，以和平的福音作準備走路的鞋，穿在腳上。此外，還要拿起信德作盾牌，使你們能以此撲滅惡者的一切火箭，並帶上救恩當盔，拿着聖神作利劍，即天主的話。耶穌愛你，